好，来继续来看江滨工业区一间环保公司爆发着股东投资的纠纷。有民众看准这间公司已经摕到试营运的许可，佮宣传讲会当来处理掉大量的废弃物，所以把钱摕去投资入股。想不到实际状况，并不是像当初所讲的安尼，害因了袂少钱。虽然厂长做这个涉嫌造假已经被起诉，但是董事长煞无代志，股东真不满。工厂红色大门关起来，警卫室无人伫值班。敢若有听到机器运作的声，记者等一困，才有看到一个工作人员伫厂房内底。这是中华线西乡是江滨工业区一间环保公司，民众看准这间公司有试营运的许可，嘛相信讲废弃物的处理量能，就将钱摕去投资。不过这间环保公司会当处理的量能，甲实际情形差真济，害投资人了袂少钱。记者实际去查证。这我不晓得，不过我会检查情况。公司都是正常营运吗？每天都要处理东西啊。厂长伫废弃物量能的数字涉嫌造假，已经予地检署起诉。这间环保公司做塑胶太阳废弃物的热力解生出来，董事长甲股东发生投资的纠纷，不起诉的处分。乡长讲，这个董事长平时热心公益，除了帮助弱势团体，佮出钱任用维护路顶，伊嘛感觉真意外。我这久无看迄头朋友啊，拢看到因这总经理啦，当然听这消息就感觉错的无对啊。投资人惊钱摕袂转来，因佫认为讲现场作业的情形，环保局敢若看监视器，为民无去现场，环保局讲无这个代志。1月8号就有派人去做他在试运场过程中的一个查核，当天会查核他整个制程的一个运作状况，然后他原物料的情况，记录他相关参数的一个运作的一个记录。环保局强调讲，经过查验，热力解炉伊的操作量能拢有达到8成以上，整体运作甲汽车的资料拢有符合相关的规定。不过这个试营运的申请已经是几啊当前啊，即马已经停止运作。若是双方有相关的证据，就交由司法去解决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